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超知。阿里山是台湾一等有名的观光景点，国宝级的阿里山山拿火车路对中华民国成立家下路优惠哦，建筑工法改贴配，规路巷的建设也改将改壮观，是台湾申请世界遗产，具有强烈的味道。不过封城是封城，啥也遇到猛烈多位挑战，经过为天灾人祸按多位风波。停驶4年过後，今年年頭總算逐漸到本期婦孺節先復駛嘅。9月底還加開嘅郵輪式列車，雖然目前全線通車，不過山區嘅點加種如夢輪嘅喲。節目一開始，向下聽眾眼呢去坐郵輪式列車，看下一個山拿火車路過出發，用嚟睇阿里山嘅山區同觀光，再個發展起來。打造改動人客，在萬歡喜去到嘉義火車站，準備坐阿里山山拿式火車。韓國也用列車係特禮拜將試驗用嘅郵輪式列車，對9月嚟推出到今，做得講係一開始買票就買搶搶，倍受歡迎。2個禮拜以前散客才可以報名嘛，所以我那天起來的時候，10月1號開始3支電話2個號碼。我就一直播，手機加上家裡面的電話一直播啊，不要10分鐘就已經沒有了。我們郵輪式列車它只有100個位置，加上我們每一個車廂有一位專業的志工導覽，所以我就把它設定的是在一個觀光旅遊提升的方面，所以這一趟郵輪列車非常受到我們一般民眾的喜愛，現在都是半客滿的情況。本次列車是上午8點30分由嘉義開往奮起湖的郵輪式列車。這是我們的北門車站，我們可以看一下，外面有沒有聽到？阿里山山拿郵輪式列車，特節車就由桃林志工來同人客詳細解說。坐火車遊覽由人桃林小姐，每一里程涵蓋豐富精彩。從嘉義到阿里山車站有25個車站，光復以後呢，現在剩下了17個車站。那今天呢，我們是從嘉義到奮起湖，一共有11個車站。郵輪式列車特站大概本人客停靠10到20分鐘，坐在下車去行看看咯。青島鐵路迷就知道該站到各所改款，因為是愛搶籌一轉，就稍微到歸路的各站該相應的風貌。因為我們是一個話比較個別是介意個每一間個會緊，這個如你是如果要幹每個科幹的話，你只要花1個科錢就可以把9個科幹全部跑遍。這個方式還不錯，因為每一站都可以下來，可以看到每一站的風景，還不錯啊，空氣很好。我們停靠的方式跟一般正班車的不一樣，所以我們每一站都有停靠。那旅客他可以下車去走走逛逛，而且拍到他想要的景點，那會比一般的正班車的收穫會更大，更了解森林鐵路的美麗。這邊全部都是樟樹，我們往前面走，來慢慢來。體會拍543公尺嘅中路寮車站，是喺台灣生產出口中路重要嘅素材。一下將傳到火車路線，規劃嘅實拍嘅種樹長直龍，好本大家民眾提擺。對車站最高嘅素材，還看得到山拿火車路一定有名，定哪來定哪去嘅亞節上山嘅路，看等小火車尾定你3間北到土立山車站，可以遠眺我們的正班車去繞行獨立山3000，這是我們最大的特色，就是讓民眾可以了解當初日本人在建設這一條鐵路的時候，他是用什麼樣的手法，然後建築工法，讓火車能夠順利的爬升這麼高的高度。
开拍997公尺嘅高丽屏站，係阿里山山下火車站本線嘅地動站，未係愛基水利石鐵轉遠點，順後有一間國有老師嘅幫人拆貨點，慢慢地將鐵亞山下表達各項。这个老店了啦，很久了啦，100年老店了啦。这边的居民比较少，就是有些客人啦。主要是游客是不是？哎，对。萧丽萍站的时候呢，我们会去拜访我们一个古早的干妈店。那这边原本是一个往瑞里山区的一个重要转运点，但是现在那个转乘的功能比较小了，但是它附近的这个干妈店还是存在的，它有一个100年的历史的，所以我们到这边都会来探访这一家古早的干妈店。我们最主要的用意是要让游客跟旅客了解到整个阿里山森林铁路它漂亮的地方了，有很多车站有它的特色，尤其是深铁这条路线。它的工法，这个施工的工法有它很多特殊的地方，像 U-turn 啊，就是 U 型路线啊，然后独立山的螺旋路线等等，这些都是一些铁道迷跟游客特别比较欢迎跟印象深刻的一个地方。阿里山山下火車路1992年開業，條下主要係在蔬菜，下後能轉換做高山觀光鐵路，初中西火車、順輪火車路，天天對平陽蔬菜、北到山東等，唔單止體會到登山火車路嘅時態特殊工法，規路嘅涵蓋得到熱帶、暖帶、溫帶3種林相變化，也係亞能遊嘅景色，未係一等有名嘅觀光勝地。一天400個超過有名，阿里山山下火車路同時未係文化部台灣世界遺產協力點。这条铁路当然有它的一个特殊性跟一个独特性。那全世界相关类似阿里山登山或是森林铁道这个部分，阿里山跟他们实际上整个施工的方式都蛮类似的，也很独特了。那我们也希望说，台湾阿里山森林铁道也能够升登4乙成功。經過100年研究嘅國寶級阿里山山下火車路，雖然風聲碌碌嘅，不過也運命未無以順時。是高本分度公司 BOT 有改道嘅議論。2009年莫拉克風災有提升多個厲害。2011年神木支線行駛當中，有本團體嘅數位往下來衝到叉子，未到變差，甚至到50以下3人強衝上，全線就按呢停駛。爭係4年，今年年頭總算係復駛續加到本季負壓節。目前因为受到98年莫拉克风灾的一个影响，目前还有奋起湖到2万坪这个路段还在整建，那大概预计在今年年底之前，整个工程会完工。那完工之后呢，相关路线的一个铁轨的一个铺设，后续的路线的检查，大概我们预估是明年下半年之后，才会全线通車。經過幾下拜天災人禍為阿里山山下火車路，營運前提2年前對林富玉獨獨嘅高本台鐵，為到安全，台鐵未定出嚟很高嚴格嘅停駛標準。深鐵它整個路線位於高山地區嘛，因為地形跟地勢，還有它地質比較脆弱，當然颱風、豪雨或者是地震這個部分，是我們比較要去注意的地方。但是我們為了深鐵一個安全的營運，我們也訂定的比較嚴格的一個列車停駛的標準比如說你遇豪大雨的時候，如果日累計量超過200公里的話，我們就列車會停駛。那地震3級以上列車就要馬上開往前方站，然後停下來。山下西火車嘅駕駛員比一般台鐵嘅駕駛員會韓國專心，向外國熟悉了解亞捷路。因為他們都是大部分都自動化的部分會比較多，那我們的部分基本上都還是仰賴人工的部分。我們在開車的那個狀態上面，一般來講都是要很小心謹慎。
那个注意力也要特别集中，我们要对路段要有一定的熟悉的程度，才有办法去掌握行车的速度跟列车的状态。好吃的阿姨来，纯野生阿姨在这边哦，非常棒的阿姨，好吃哦。虽然还无全线通车，规路的路顺的店家做出调教的猛人小火车才个行驶，为再来帮忙的人客。又在个带通阿里山山区规个观光成功。火车来吼，我哋会生意较动好，因为呢火车交通，它才开始感觉讲阿里山的条线路呢，很有个活力，很有个注入新的那个动好的一个冲劲哈。那带来的人客加动多。本地夫看起来是好容易嘞，你还是这是火车会快车嘞，人客是全部送车，感觉讲路界冇乜个人，不过火车来的时间路界满满的人吼，啊东西呢加减卖加减好，爱到商家们生意加动好。认真也把小火车服饰抢到本地负责。所有坐火车的人客听说会提下只嘅下车，安尼研究只有皮，落日店家就会有生意好做。火车没通车之后，我们全部都是靠自由行的啦，靠那个游览车来到这边。但是目前增加了列车来了之后，因为终点站是在混球，所以每一节的火车来到混球一定会停车。那停车在这边是，它来到这边是11点20分。那一定至少要吃个便当嘛，吃个饭嘛。那2点开车下山的话，所以带来我们混球蛮多的商机。火车哈来到遐无上去，所以人客做阵好来了十分饱，好来了消费，系啊，涨钱多啦。也下8月到8、5当日有并小火车往来山區。拜3另外行駕駛一輛郵輪式列車，韓國體本地負責田途追究，個有機會去屯店家高官，也調做調價位議，就少爺位。郵輪式列車的話，更增加我們的商機，因為你每週3它來了一班次都每車都是滿滿的，而且來到這邊之後又有我們的阿管處的專業導覽，那它會分流。分流时候不会全部的游客挤在那个老街里面，那不会觉得就相对的就是停留在老街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老街生意方面算起来是更好。郵輪式列車還會停喺一般列車無停的4站，從係龍馬山茶站，又按做龍門茶站。本單標題嘅方無人治理嘅茶站，真好誒，要從頭排樣嘅安排頭，列車有停再來遊客，才聽年初頭茫茫嘅地方可會發展起來。要去阿里山的火車站頭一站，頭一站以前就是講以前的部咱德基生活上出入就是拢咱這個路曼車站，德基都無，所以講會當帶這個觀光到入來咱家。阿里山森林鐵道它是一個國內外非常聞名的一條鐵道了。那近幾年來，國內整個觀光旅遊的形態，逢假日每個景點到處都是人，在山上森林遊樂區這一塊，那因為已經突破連續3年都突破200萬的遊客了，那未來這條鐵道應該還是會繼續發燒熱門下去。民國同年的阿里山山那火車路，是認真多數的最蔬菜改繁榮改鬧熱，時代轉變，改發展高山觀光列車。經過天災人禍、天時運命，等等些火車在個行駛，韓國駕駛郵輪式列車，阿里山山那鐵路的百年風情，又在個本塔嘅看到。